顶届的空瑞风台过了，这花莲的海墘也是有大量的水流差。这几天，这个天兔风台，佮加上海流的关系，是甲部分的水流差扫入去到花莲港内底。即马相关单位已经启动清除的作业，上紧伫一礼拜内就会当完成。 大型机具甲一支一支的大水槽夹起伫马头顶，另外一边嘛有工作人员驶细架船，用人力的方式捡较细支的大水槽。这是花莲港，安尼看过去，规个拢是大水槽，数量是真惊人。花莲港务分公司和渔会分工合作，16个日头早就较紧加派人员和重型机具来到这做清运的动作。刚瑞台风造成的，然后大量的漂流木，然后这一次的天兔台风的潮水所带进来，在港区里面的大量的漂流木。花莲港务分公司讲，顶一摆空瑞风台，替花莲的山区是早真侪雨水来，大量倒去的树仔和断去的树枝，拢对海涌流到海边啊。北滨、南滨、花仁海岸这所在，规个海岸拢是大水槽，差不多有13000栋。这摆因为天兔风台流入来花莲港的大水槽，差不多有500栋，这么大的数量是严重影响到船只的出入。增派人手居聚。 预计在日夜打捞，预计1个礼拜内完全清除完毕。花莲港务分公司目前会阁增派机具和人力来全力清运，另外嘛提供管制区内港府用地，互林保署暂时来放有价查，而且设监视设备24点钟来监控，出入口嘛有港务警察来管制，确保这珍贵木材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